经过将近1个月时间，全中运盛会完成了环台任务，转来到台南。伫选手代表以及台南市7大跑团，包含苏志斌间歇团、跑山猪、铁男人、安平快乐跑、安平夜跑、月牙湾慢跑、裕民长跑队顶跑者陪同下，转来到英华启信中心进行盛会安座。为我们这一次的安座仪式点燃烛火。各位所长官各位热烈的掌声，烛火安座仪式顺利完成。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圣火，经过将近1个月，环绕了各县市以及台南市37个行政区，今天回到了我们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的广场前，我们做了所谓的圣火母火的一个安座的一个仪式。那这也象征说，我们的运动会即将正式开始。4月19号是我们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开幕的仪式，那地点就在我们亚太棒球训练中心少棒主球场。那接续的话，就会有1个礼拜整个赛事的一个开始。那来自全国将近2万位的选手会在台南市完成相关的一些竞赛，所以在这里除了要祝福所有来自于各县市的这些选手们都能够在台南找到属于自己的荣耀，同时也欢迎全国爱好运动的朋友们来到台南，为我们的选友来加油打气。全中运有将近2万名运动选手甲工作人员齐聚台南，参与这场全国体育盛事。这也是台南暌违22年后再次申办全中运。市长阮特别要求市府团队全力以赴，为场地准备到各项赛事服务，台南拢已经准备好啊！希望所有来到台南的选手，拢会当突破自我，超越极限，创造个人上好的成绩，影响属于家己的荣耀。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